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7月2號星期四，先嚟睇美伊嘅最新消息。美伊新一輪嘅間接談判啱啱就喺卡塔爾嘅多哈結束。卡塔爾方面表示，談判出現咗積極嘅進展。特朗普總統亦都話，雙方喺卡塔爾嘅會談非常之唔錯。咁不過，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呢一輪嘅談判仲未見到通往長期和平嘅重大突破。雙方而家主要係討論緊霍爾木茲海峽嘅航運安排，同埋伊朗被凍結資金嘅解凍問題。咁換句話講啊，外交手段雖然仲推進緊，但係局勢咧依然非常之唔穩定。就喺呢一個背景之下，美軍中央司令部啱啱發放消息，表揚駐守喺巴林嘅美國陸軍同海軍嘅士兵啊。中央司令部司令庫柏上將表示話，佢今日好榮幸可以表揚駐紮喺巴林隸屬於反無人機系統特遣隊嘅美軍人員。喺過去幾個禮拜，佢哋係成功擊落咗14架伊朗嘅自殺式無人機。咁庫柏話呢一班士兵展現出嚟嘅專業能力、技術水平同埋奉獻精神，挽救咗好多生命。呢一個細節咧就非常值得注意啊！因為美伊談判而家最核心嘅爭議之一就係霍爾木茲海峽。每一當談判要向前邁進一步，伊朗就企圖喺呢一條全球能源命脈上面施壓。一方面要求控制航道嘅安排，甚至提出要向過往嘅船隻收費；另一方面又透過一啲無人機、導彈同埋商船嘅襲擊嚟測試美國同海灣盟友嘅底線啊！上個禮拜，伊朗唔單止攻擊咗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商船，仲對巴林、科威特等嘅海灣國家發動咗無人機同導彈襲擊。巴林本身就係美國第5艦隊嘅所在地。伊朗攻打巴林，實際上就係向美軍施壓。咁但係美國嘅回應咧，亦都好明確，談判可以結束，但係航道安全同盟友嘅安全絕對唔可以被伊朗攞嚟做籌碼勒索啊！美軍喺6月26同27號連續對伊朗嘅導彈、無人機儲存設施、沿岸嘅雷達、軍事監控設施同埋布雷能力都進行咗打擊，正正就係向德黑蘭釋放一個信號，美國唔會接受透過製造事端喺談判台上面索取籌碼嘅行為。咁不過喺另一邊嘅歐洲，美軍亦都出現咗一個令人關注嘅動作，直接就將6架嘅B-52轟炸機撤離咗英國嘅空軍基地啊！就喺當地時間7月1號，美國空軍6架 B-52轟炸機離開咗英國皇家空軍費爾福德基地。根據報道，呢6架轟炸機係分2批撤離英國，每批3架。呢一批嘅 B-52轟炸機入邊，至少有一半係喺美伊開戰之後，亦即係3月8號先抵達費爾福德基地。咁喺部署期間，呢一啲 B-52維持住高強度嘅任務啊，參與咗對伊朗方向嘅作戰行動。咁而家佢哋離開英國，外界自然會估呢一個舉動係咪即係代表美方評估短期之內大規模空襲伊朗嘅可能性已經下降呢？咁亦即係話，美伊談判雖然仲棘住喺霍爾木茲海峽、資金同埋核問題上面，但係至少暫時進入咗一個相對可以控制嘅降溫階段。咁不過 B-52撤離英國並唔代表話美國會喪失對伊朗發動空襲嘅能力。美軍而家仲有12架 B-1轟炸機駐守喺費爾福德基地，同埋美軍喺中東地區仲部署咗龐大嘅軍事力量，包括咗有林肯號同埋布殊號2架嘅航母打擊群啊。咁所以 B-52撤離英國未必係美軍準備全面收手，更加可能係一次戰術調整。美軍一方面為談判留出一啲空間，另一方面保留充足嘅軍事選項。如果伊朗再次破壞停火，美軍仍然有能力迅速反擊啊。同埋特朗普總統同副總統曼斯最近都分別表達過，如果今次停火談判破局，美軍唔排除會再次發動軍事打擊啊！
咁大家認為美軍目前嘅軍事威懾能唔能夠逼伊朗喺談判台上面接受棄核呢？歡迎留言同我哋互動啊！咁喺我哋繼續更加多內容之前，想多謝每一位正喺度收睇節目嘅朋友，我哋非常珍惜呢一個可以同大家一齊傾時事嘅機會。如果你覺得粵語快報唔錯，請你幫手點讚、打開鐘仔，收到最新嘅節目通知。非常多謝你嘅鼓勵同支持。美國使咁多錢，但係得唔得到應有嘅回報呢？特朗普總統今日再將矛頭指向咗北約，話美國長期幫盟友承擔咗太多嘅軍費，形容呢一種情況太荒謬。特朗普總統喺真相社交發文，列出咗2014年到2025年嘅軍費數據。咁佢話美國累計支出高達9990億嘅美金，遠遠超過其他嘅北約成員國。相比之下，英國大約係905億美金，法國665億美金，意大利488億美金，波蘭443億美金，而德國等國家就更加少啦。特朗普話美國長期負責保護北約盟友，但就得唔到相應嘅回報，呢一種失衡嘅狀態唔可以再持續落去。咁就喺特朗普發文嘅同時，美國駐北約大使惠特克亦都接受咗福克斯新聞採訪，向北約嘅盟友喊話，叫佢哋未來唔好再對美國嘅軍事行動指指點點啊！惠特克透露，美國之前對伊朗發動史詩之路行動嗰陣，一啲盟友唔單止冇積極配合，仲公開表示反對，甚至一度影響到美軍使用部分嘅基地同埋執行任務啊！咁佢話雖然美國最後都順利完成行動，但特朗普總統其實係非常不滿。美國希望盟友未來無論係軍事定係政治上面，都能夠同華盛頓保持一致，唔好再出現類似嘅情況啊！咁不過惠特克亦都話，而家情況已經有所改善，北約成員國而家目前同意向美國提供需要嘅基地、設施同埋飛越嘅許可，為未來嘅行動提供支持。咁佢仲透露，美國會喺未來幾個月重新評估喺歐洲嘅軍事部署，各國對駐歐美軍嘅支持程度，亦都會納入評估嘅範圍之內。距離嚟緊嘅北約峰會仲有唔到一個禮拜。惠特克預計今次峰會將會帶嚟好消息，因為越嚟越多嘅歐洲國家開始提高國防預算。咁佢認為歐洲承擔更加多嘅防務責任，唔單止可以減輕美國嘅負擔，亦都會令到成個北約變得更加強大啊！咁最後再嚟睇下世界盃賽場上嘅最新賽況啊！美國隊琴晚喺主場迎戰波黑隊，亦即係波斯尼亞，最終係2-0獲勝。呢一個係美國男足史上第2次贏到世界盃淘汰賽嘅勝利，美國球迷都非常激動，高呼 USA USA 啊！咁與此同時，呢一個亦都係美國隊史上第一次喺單屆嘅世界盃攞到3場嘅勝仗。咁對好多足球強國嚟講，單屆3勝啊並唔罕見，甚至有啲球隊喺分組賽就可以3戰全勝。但係對美國男足嚟講，呢一個係過去從來未越過嘅門檻啊！特別係今年夏天之前，美國隊喺世界盃嘅歷史總共都只不過贏過9場比賽。今次嘅成績對美國隊嚟講已經係一個重大嘅突破。咁喺呢一場比賽入面，美國隊亦都確實為觀眾送上咗唔少精彩嘅畫面。咁中鋒巴洛根喺第45分鐘攻入一球。但係去到下半場，巴洛根喺一次嘅搶球入邊，因為危險動作被球證直接出紅牌驅離出場。咁雖然今次嘅鏟球被認為係無意，但係球證嘅判罰導致美國隊不得不以少打一個人嘅劣勢應戰啊！呢個亦都係世界盃歷史上喺20年之前法國傳奇球星施丹之後，再次出現球場喺單場比賽入面又有入波又攞紅牌嘅情況啊！
少打一個人嘅美國隊喺賽場上面仍然不落下風，最後由中場嘅球員蒂爾曼主射罰球直接破網鎖定勝局啊！值得一提嘅係，當時蒂爾曼俾對手踩穿咗佢嘅波鞋，割傷咗隻腳，但佢仍然堅持住着住浸滿血嘅襪再次投入比賽，最終以一球完美嘅罰球將比寫分改成2-0，引爆全場嘅歡呼啊！呢一幕亦都令人聯想起冇幾耐之前，美國嘅冰球運動員傑克休斯喺東奧決賽入邊被球桿打傷咗個嘴，門牙被撞甩咗一嚿，成口都係血，仍然重返球場，仲喺加時賽打入咗致勝一球，幫美國隊捧走金牌啊！咁琴晚贏波之後啦，美國隊接住落嚟將會去西雅圖，喺下個禮拜1迎戰比利時，爭奪8強嘅門票。呢一個係美國今年第2次同比利時交手，上一次係今年3月喺亞特蘭大，當時比利時以5-2輕鬆擊敗美國。咁所以接住落嚟嘅備戰對美國隊嚟講係至關重要啊！如果美國隊可以再度晉級，就嚟捧走大力神杯更加近一步啊！NASA 處長之前仲開出咗一個太空級嘅獎勵，佢話如果美國隊今次真係創造奇蹟，捧走大力神杯，NASA 就會將一個足球送上去月球。咁究竟美國隊能唔能夠將壓力化成動力，創造歷史呢？我哋拭目以待啊！咁觀眾朋友，以上就係今期節目嘅全部內容，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